来看国内消息，政府购物卡民间采买疫苗变成最近的政坛攻防的焦点。国民党今日有开记者会，公开证据以及对话记录。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以及卫福部长试水员，去年有党这个工商协进会以及工总的采买计划。这个沈荣津佫要求讲，工商协进会唔通找政府的麻烦。针对这个代志，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回应讲，过去纷纷扰扰，因为选举又佫互变出来，政府被形容做无才害命，这个讲法真正有较超过。政府必须公开道歉，如有不服，欢迎提告。国民党也正义呛声，点名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和卫福部长试水员，去年阻挡工商协进会和工总买疫苗。6月19号，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林柏峰就接到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的电话，不要为工商协进会找麻烦。不要为政府找麻烦。提和卫福部领导人对话图，讲去年疫情爆发的时阵，工商协进会要捐250万剂免费，找国民党帮忙拍通关。6月15号问卫福部，6月17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碧峰规划要见时任卫福部处长试水员，方要求8大条件，说了都无消息啦。民间愿意买，你还刻意阻挡。那这叫做间接杀人，没有办法去帮他们回应说他们在沟通的细节上面大概他们用了什么样的用字遣词。阻挡台湾能够买到 BNT 的是中国，但是国民党好像就是想不起来，到底谁忘记谁又害怕想起？面对指控，政院也做出回应，有一些纷扰啊，今天因为选举的原因再被翻开来，把政府这样全心全力为人民来采购疫苗，保护人民健康，形容成谋财害命，这个是有点过度了。政府敢有阻挡民间买疫苗，让小选几若天，将这政坛攻防的焦点。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